年係蛇年喎。你哋有冇聽過12生肖嘅故事呢？我而家嚟念一念：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龍、蛇、馬、羊、猴、雞、狗、豬。咁不如你寫睇猴、雞、狗、豬啊！我問你，猴、雞、狗、豬裡面有幾多隻動物呢？你而家寫低佢，數一數啊！答案就係3隻啦。點解唔係4隻呢？係3隻，因為猴、雞、狗、豬個9字變咗1、2、3數目字嘅9，所以呢度係得3隻嘅啫。